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语事验所。今仔日是母亲节哦，台语事验所特别来介绍母亲的叫法甲康乃馨的台语。等一个注意下骹粉红色的词，因拢是代表母亲的意思哦。即马咱就继续看落去。即字读做母、母，拢会使，所以伊即个母，即个字佫会当叫母亲、母啊、啊、阿母、老母、安母。台语字嘛有照用华语的情形，像即两字，伊的台语就读做妈妈，毋过伫妈的头前加一字啊，读做阿嬷，就是你的母亲的母亲，千万毋通认着你呢。讲到即字娘，就会想到阿娘这个词。阿娘是以前的讲法。另外，俗语有一句话：马田爱经好田底，娶某爱经好娘礼。尾仔即两字娘礼，就是母亲的意思。搁来，日本话有卡送、卡奖的用法。以上介绍13个词，我想要问观众朋友，恁会安怎称呼恁的母亲呢？欢迎提供其他叫法。康乃馨是一个会当伫母亲节送的花，台语会使念做金榕花、金榕花、金榕。除了金榕花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恁会送家己的妈妈什么礼物呢？嘛欢迎留言做伙讨论。最后，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，大家平安健康。爱会记得友好爸母哦。这集就讲到这，咱后回再见。